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吴佩珊。2026年百货业商战开打，北中南大型商场接力开幕。未来4年，全台将涌现多座新据点，包含4座规模超过5万坪的指标性商场。战火尤以中南部最为激烈，成为业者的兵家必争之地。2026台湾百货业将迎来新一波开幕潮，预计有至少3至4家指标性大型商场登场，主要集中在台北、台中与高雄，市场预估营业额将突破5000亿元。而高雄鼓山龙16、凤山卫武营旁等将有3座百货购物商场陆续完工，渴望为当地生活圈带来发展。生活机能是一定有帮助啦，生活上的便利性，但是当然我也很担心啦，就是交通的问题，因为这边的道路并不是很宽敞，所以呢，不晓得会不会造成交通的问题，这要到时候看整个的那个配套措施啊，对这个生活机能应该不错啦，因为这带动地方的繁华啦，而且大拉口开无有可能大家有搁加一个所在佚佗啦。会啦，一定会啦，会啦。啊，你人多，百货这人多，人啊，这人就带动就带动起来嘛。其中位于凤山卫武营旁的购物商场高达6.2万坪，预计在2026年第4季开幕，为结合购物、餐饮、娱乐一站式体验的休闲购物中心。中南部确实已经成为百货新战场哦。那这一波不是单纯的商场，而是城市的一个升级哈。那以异想天地2馆还有连上亭35商场哦，凤山三井购物中心为例，会带来3个影响哦。第一就是人流的导入哦，那让原本的住宅区变成生活圈。第二就是整个商业会升级，吸引品牌跟就业机会。第3就是房市的支撑，那周遭的房价跟租金都会有支撑哈。例如我们像现在高科技产业往中南部扩张，那像高雄市都市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的成长，还有包含房价的因素啦、就业机会等等，还有一些政府相关大型的一些计划，其实都造就了我们目前人口由北往南来转移。商业重心不再只局限于台北市，中南部已成为商场扩张的新战场。由于科技业往南部扩张，从都市结构变化、房价因素、就业机会、大型投资案等，造成人口由北部向中南部外移的趋势。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近期网络上有消息声称，机车骑士在等红灯时，如果没有采用双脚站立的方式停等，就会开罚1800元，让看到讯息的民众人心惶惶。究竟是否真的有相关规定？跟着今天的你搞懂了没单元一起来看。骑机车是不少人的通勤首选，尤其在高雄，家庭机车数更是6都最高。但骑车在路上遇到红灯的时候，你会选择单脚站立还是双脚触地呢？单脚，习惯是单脚。停红灯就是扶着单脚，一脚就是一脚在着地啊。一般都是双脚。双脚比较安全吧。近期在网络上有消息流传，如果骑机车等红灯时没有双脚着地，就会被开罚1800元。对此，民众的看法又是如何呢？被罚1800，我好像没有听过这个问题耶，还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网络消息。不行，因为我没有影响到别人，为什么这样要罚款？好奇怪。不相信，因为单脚双脚是个人的习惯了。这跟交通没有关系吧？就现行的交通法令呢，是没有规定说机车停等红灯的时候是要双脚或者是单脚的方式来做着地。那其实只要车辆保持静止，然后不要违反其他的路权规定呢，都不会受到处罚。打开手机，各种消息接踵而来，不少内容看似真实，却可能是错误甚至捏造的资讯。一旦被大量分享，就可能会让更多人误解规定，甚至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如果你不太确定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就是你要自己去回到那个主管机关的网页去看看有没有这个最新的法则。通常如果是宣导期的这种法则，它一定会放在非常明显的官网那个地方，所以一定要去看，看完之后确定之后才会知道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然很多的法则的规定都会是以讹传讹。网络资讯传递快速，也让许多假消息有机可乘。许多未经证实的内容，常透过亲友间的讯息散播，在善意提醒的同时，也可能让错误的讯息扩散。因此，建立正确的媒体识读观念，才是避免以讹传讹的关键。记者李品荣、洪俊杰高雄报道。旗津渡轮站翻修进入尾声，外观融入东京车站风格，打造全台首座的车站造型渡轮站。虽然施工期动线调整造成不便，但交通局强调6月底将完工，届时将以全新地标带动港湾观光。远远看过去，旗津渡轮站已经可以看到新塔楼的样貌。为了提升旗津整体的观光美学，同时改善老旧空间，启用27年的旗津渡轮站，从去年9月开始进行大翻修，将仿东京车站的样貌，给游客不一样的渡轮站景观。会吸引那比较多的观光客过来这边，会带动繁荣。希望观光的人可以多来一点。对，本来就是啊，弄一弄啊，然后感觉上的话就比较。气势就比较大一点，高雄嘛。旗津渡轮站它也届龄将近20几年了，也感谢高雄市府这次的大改造，以那个仿东京车站的造型来重新建制，相信它全新的风貌会吸引更多的包括车站迷啊，还有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我们旗津观光。由于工程是进行地面整建，这8个月以来，不仅多次调整进出动线，更因扩大施工范围，占据部分车道，这对每天通勤的民众与周边店家而言，造成不少困扰。地方纷纷期盼工程能尽早完工。出入啊，摩托车什么都排的一大堆啊。因为你看，它那已经人家扩充半条路了。就是下船的时候会跟上船的卡到，对，然后会有摩托车在那边，有时候会挡住。希望可以赶快盖好，然后让我们赶快走新的通道。交通局表示，旗津渡轮站工程进度顺利，目标在6月底完工。届时，全台首座结合车站造型的渡轮站将正式亮相，带给游客与市民全新的视觉体验。包含塔楼重建、公厕整建，并新设置候船空间，将于下半年完工。整体以旗津灯塔修复成果为发想主轴，并延续周边建筑彩绘的文化观光轴线，将提供乘客优质候船环境，带动旗津整体观光发展。随着完工进入倒数阶段，各界也期盼落成后能带动新一波的观光人潮，让这一座营运近30年的老车站成为高雄港湾最亮眼的新地标。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在凤山大智路桥下的传统早点，开业至今20年左右。虽然没有显眼的店面，但老板靠着一颗颗分量实在、配料丰富的饭团，让客人都能以铜板价格吃得饱足，因此成为不少上班族的最爱。在白饭上加入各式配料，酸菜、榨菜、油条、肉松，样样都有。饭团在老板的动作下快速成型，但实在的分量却几乎快装不进袋中。开在凤山大智路桥下的传统早点，虽然一周只营业3天，但却是不少在地上班族的早餐好选择。差不多将近20年左右了。会开店是因为家庭也要兼顾到，所以以前是幼教老师，然后后来我就因为小孩子小，然后我先生又上班，然后就是要接送啊，干嘛就比较不方便，所以那刚好就是我婆婆她也是有那个嘛，就是原本就有在做，然后后来我就想说，那赶快找第2春好了，所以就跟着他一起那个什么学习啊，
从清早5点半便开始营业的小摊位，不仅卖着料多实在的饭团，挂包油饭也能在这里一次吃到。虽然小店看起来有些低调不起眼，但老板手做的美味早点不仅有着多元的品项，价格也很实惠，因此20多年来也慢慢的建立出好口碑。我们的饭团就是从米饭自己煮，然后菜自己炒。我就是菜的话有辣萝卜不辣的，还有酸菜，那个柴鱼我自己做的，然后还有鱼松，还有素松，吃素的人用的素松。那米饭就是有白糯米，就是糯米饭团，还有那个五谷饭团。五谷饭团呢不会硬。就是软硬适中，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纯粹的手作与分量，陪伴在地度过匆忙的早晨，也让这份传统的古早味在日复一日中持续被记住。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台南市安南区大安里长陈瑞鹤担任里长4届以来，服务认真，获选特优里长。特别的是，他还是养螃蟹的好手，10几年前更意外研究出制作螃蟹标本的好手艺，并持续将标本作品搭配诗句挂在服务处，让许多里民和区长专程前往参观，带您一起去看看。一幅一幅的活蟹标本，每一只都十分鲜艳，连眼睛和蟹毛都保留十分逼真。这些都是出自大安里长陈瑞鹤的好手艺。对从小捉蟹来补贴生计的里长来说，从屏东来台南打拼，在岸边养螃蟹40多年的经验，意外发现有一种特殊的红蚂蚁会去啃食蟹肉，也让他突发奇想来做螃蟹标本。在无师自通下，先雕塑造型，只用快干固定，没有使用特别的工具，最后上色，一只大约花1个月时间完成，也让里民专程来参观。作品内底，我是感觉这只吼，伊真正我感觉伊霸气足有啦，啊，伊这个形体袂差，足活啦。伊张足厉害，啊，这一只一只色地拢无共，伊用心良苦。伊的创造力很好啦，内底也足侪，外口也足侪啦。从以前我感觉伊咧做物件起来拢足水足好看。当要做这吼，第先就是有一种的心灵感受，然后再去慢慢去甲了解。我做足侪失败的，做有够侪失败的，是因为第一，伊的钱啊无够定，做起来伊嘛富裕啊，伊这嘛富裕啊。一定要有够定做起来，伊的壳带我都保存掉的。里长回想，第一只绿色上漆的螃蟹标本已将近30年，当时也将作品附上台语7言绝句来抒发民族理念，加上陆续的灵感来传达他制作标本的心境，十分有趣。他也特别赠送一幅给安南区长魏文贵。他说，这个整个螃蟹的造型是完全是真实的螃蟹。当伊是我就问咱里长讲，那螃蟹内面的肉拢安倒去？他跟我解释说，原来有一种高压搬运的方法，把里面的这些蟹肉呢，拢假料，自然伊的存壳就能够保留，把我们的螃蟹壳保留相当的完整，然后让它来创作。随后转裤坐岸边啦，甲我夹起一尺远啦。艺小掠来做标本啦！记者你嘛讲，想啊济，甲我夹1尺远，我有遐长无遐长啦，是甲我的裤夹起1尺远啦，想济啊啦！已经担任世界里长陈瑞鹤，以他养殖螃蟹丰富的经历，除了成为一本活的教科书，透过活蟹标本创作，也是他和里民互动很好的话题。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去年以360环景影音服务获得金市奖地方创新服务贡献奖，今年再度推出 AI 节能管家智慧电力管理服务专案，透过机上盒研发 APP， 在电视上就能看到家里的用电量。为了扩大节能理念与效益，特别邀请专家学者深入社区宣讲，希望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
中嘉宽频3冠王双子星推广地方创新与智慧节能，去年除获得经发局专案办公室肯定，今年更申请智慧电力管理服务专案，只要透过机上和 APP 就能在电视上看到家里用电量。非常感谢我们台南市政府经发局，那还有 SBIR 专案办公室的这个肯定吼。那我们3冠王有线电视在去年申请到 AI 节能管家智慧电力管理服务的专案执行。那从去年度开始呢，我们自己在研发，那如何在机上盒上面呢有一个 App， 那可以让我们的民众透过 App 就可以在电视上面呢，非常清楚的看到他们家里面的用电量。那为了配合这样子的专案呢，我们也办理了2场的活动。那我们在社区里面宣导，那希望我们的民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就可以随手来做这个环保，或者是随手来节能减碳。那我们聘请到的2位都是非常专业的教授，那希望可以提供给民众非常实用的知识。那大家一起为我们台南市的环境来做努力。另外，为扩大节能理念与效益，中嘉宽频3冠王双子星也特别举办2场社区宣导活动，分别邀请近邻绿生活推广种子讲师杨宇柱与国立台南大学绿色能源系退休教授刘世军，现场教导长辈如何从自己居家与社区做好节能。其中刘世军教授更从中东战争谈到对台湾影响，不管是能源安全对整个国家发展，到个人食衣住行影响等。今天最主要内容是希望我们社区大家一起来做减碳的事情可以实际来做，因为有时候减碳的事情它可能牵涉到大企业，可能牵涉到学术界的东西那个比较是研究性的，或是大企业要做，但是地方的话大概跟他们属性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实际上来落实，例如说在食物穿衣服住的地方食衣住行方面呢，我们可以大家往减碳的低碳的生活来走。现在我们政府已经开始启动就是实施 ESG 制度。那 ESG 的制度里面的第一项其中最重要就是降低二氧化碳的碳排放，所以每一家公司都要定计划，然后要去实施。实施完以后呢，它的成果要报道主管单位去，那每年都要逐渐降低，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呢来帮忙企业，他来做整个工厂里面的低碳管理或者是使用低碳的能源或者使用尽量低碳的原料。节能减碳从个人到整个国家，甚至每一个企业都有责任，不管是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或公司治理，净零碳排爱护地球是每个国家国民要遵守机制。记者林莹跟台南采访报道。总统赖清德前往全台西赖安参香祈福暨接匾红画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赖总统更向在场的乡亲进行3大国政报告，强调面对外来威胁，台湾不是单打独斗，更要拼经济、照顾人民。总统赖清德10日回到台南为3间庙宇接匾，第一站就选择先来到全台西赖安参拜。恭请总统接匾。赖总统致辞时，更向在场的乡亲老朋友国政报告。他表示，他的使命是要让国家更安全，面对中国的威胁，要强化国防力量，让国家更安全。讲我的使命，就是让咱的国家较安全。面对着中国的威胁，咱爱强化咱的力量，让咱的国家较安全。所以，按蔡英文总统开始到我这当今前后10年，咱不断地提高咱国防的力量啦。除了讲对外军事采购，咱嘛发展国防自主。国防自主就是讲一个国家是不是有能力生产制造，保护家己国家安全的武器，这叫做国防自主。全世界无超过10个国家有能力，台湾是其中一个。过去呢落雨，我想 SNG 车一定在这里，可是现在没有了。就这样一棒一棒的传承跟为我们地方解决问题。现在我们这里几乎已经80%，
8成已经完成了8成，除非是赶工后然后还会有路面积水。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会用这样的精神，一棒一棒的传承，那一定要给台南更加好，而且我们要让我们的总统无后顾之忧。所以不是2026我们要赢而已，我要拜托大家，我们现在目标2028，我们一定要成为我们赖总统最大的底气，这是很重要的。全台西莱安董事长曾正义则是表示，赖总统从台南市长、行政院长、副总统到如今的国家元首，常年关心西莱安发展，也给予庙方许多协助。由于西莱安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庙方也希望未来能在庙前的重划地规划部分空间，争取设立西莱安纪念公园，让更多民众认识地方文化与历史。一只呢，我非常感谢咱大总统对咱市长到这个副总统拢足关心着咱西莱安安尼。我总统报告，这个你要重视我咱这个可能咱未来咱台湾415年的，这台南市第一年的执照市长。咱评委也伊讲以后这个地，这嘛是公益对不对？来命名做看要西莱安纪念公园，按照西莱安广场，这我较简单的建议台南作为赖清德的政治起点，这次回到地方庙宇参拜，并与乡亲交流，也展现了他与地方深厚的情感连结。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统一企业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长期关怀偏乡长辈与学童，协助隔代教养、新住民与低收入户等弱势家庭。在母亲节前夕，基金会也结合集团企业、超商、证券以及异业等10个单位，举办母亲节公益活动，希望借由感恩活动，带领新台湾之子感谢新住民妈妈在生活中对他们的用心照顾。由统一企业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举办2026了妈咪就爱你母亲节公益活动，日前在南台科技大学3连堂举行。会中邀请近年来基金会帮助台南及高雄地区家扶中心以及偏乡客服班新住民家庭学童与妈妈，大约400人参加。我们在台南、嘉义、高雄、屏东，我们都有一些偏乡客服班的一个专案的一个赞助的计划。那在这个赞助的计划过程当中，我们深深的发觉到说，这些客服班的小朋友，他们的家庭背景有许多都是我们新住民的家庭。那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这些新住民妈妈们，他们远渡重洋嫁到台湾来，他们不仅要适应我们台湾的生活、语言，还有生活环境等等等，其实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他们也相当的投入不仅能够扛起家庭的责任，而且能够负起教育小孩子的一个责任。那么我们觉得这是很令人动容的勇气跟力量。那么这一次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其实今年是第2次举办，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整个一个活动的举办来讲的话，对我们都是新住民，我们有新住民的亲子活动，还有新住民的母亲节妈妈的活动，所以这一次是针对新住民妈妈的母亲节的活动。那么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能够让我们的妈妈跟亲子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的紧密。所以在整个活动的一个设计里面，我们有一些异国的一个文化啦、餐点，还有服饰，还有我们的一些亲子的闯关，还有体验式的活动。基金会结合统一集团企业、超商与证券，以及学校、饭店、寝具与眼科诊所等7家异业单位，共同关怀弱势家庭，希望借由感恩活动，带领新台湾之子对新住民妈妈对他们用心照顾的感谢。感谢我妈在我爸去世后很认真工作照顾我。在需要依靠的时候，他总是在我身边。妈，我爱你。抱一下妈妈好吗？哇！再由笨将开场为活动带来热闹气氛，现场还有学校才艺表演，以及一连串异国相关文化摊位、闯关游戏、义诊与彩妆等亲子体验活动，让新住民妈妈重回异国文化与美食，感受台湾社会对他们的关怀与爱心。记者林莹跟台南采访报道。
桃园市政府通过《桃园市可负担住宅兴办管理自治条例》草案，将送交市议会审议，力拼7月报请中央核定。这是全国第一部关于可负担宅的自治条例，希望借此降低年轻人买不起房的压力。桃园市长张善政在15号的市政会议宣布，市府通过桃园市可负担住宅兴建管理自治条例草案，将在17号前送交市议会审议，力拼7月报请中央核定。自治条例4大重点包含住宅区商品化、捷运站站有家、青年呼吁优先、财务循环用以挹注社宅兴建的。我们的优先的这个发售对象是25到45岁，而且要小孩子。最后一个就是挹注社宅兴建。大家会想说，这个房子哪里来？我们市府要花钱吗？我们市府不花钱，1块钱都不会花。那怎么来拿到这些房子呢？我们利用合法的政策工具，也就是在某些地段里面，我们鼓励建商，如果来配合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话，我们透过我们的政策工具，给他更多的容积率。给他更多容积率以后呢，我们1人分1半，建商可以分1半，我们市政府可以分1半。建商也有好处，建商他原来这个容积率只能多少，现在我们给他额外容积率以后呢，这个额外容积率假使多了20%，他可以拿回10%，在他的自由市场上面销售，另外10%给我们市政府，我们市政府就拿来在这个封闭市场里面卖给这些年轻人。市府透过封闭买卖机制设计，让住宅回归自住的本质，切断投资套利的可能。选址上不会是在交通不便处，而是在捷运站等重要的交通节点，降低家庭交通支出跟负担，并锁定25到45岁且育有子女的年轻家庭。我们市府刚刚说，当初收了他的钱嘛，我们市府买回来价钱呢，是不是都不变呢？我们会请专家来评估，说这几年合理的物价不是照自由市场的房地产的飙高的价格，而是照合理的这种物价的变动，可能会跌，可能会涨，用一个合理价格，市政府把它买回来，放回我们这个可负担住宅水库里面，如果有人要买，再卖给他。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这个自由买卖，而是限制交易的。第二就是说，那他到底有没有所有权？我们透过信托体制，让这个房子，虽然是他有100%的自主权，但是他不是可以随便爱拿去卖就拿去外面卖，是有个信托的方式等等哦。那么真的很必要的时候啊，政府是可以收回来的。譬如说继承发生问题的时候，搞不定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政府买回来啊。那么这个房价的订定是最关键的。房价订定，我们将来会有一个专责的小组，以这个家庭负担能力，而不是市场行情来订定这个房价。家庭负担能力就是要看年轻人那个时候的薪资水准。我们觉得用多少个月或是多少年的薪资，合理的薪资，在国际行情或是国内行情，多少个月的薪资可以买一栋房子，用这个标准来订定房价，所以不是外面的非常非常可怕的价格。张善政市长强调，可负担住宅不是自由买卖，而是新的观念，由市府控制封闭市场，而且可负担宅数量不多，不会影响房地产自由买卖市场，又可以照顾到最需要照顾的人。可负担宅的房价将综合考量家庭所得、合理居住支出比例以及桃园市最低生活费等，降低年轻人买不起房的压力。记者赖伟一报道。桃园市政府在日前启用 TAB 新桃园干线，从路网结构、班次配置以及资讯系统3大面向精进，大幅优化桃园公车的服务品质。跟着镜头一起来了解。3、2、1，起挥棒！桃园市政府在日前启用 TAB 新桃园干线，大幅优化桃园公车的服务品质。从路网结构、班次配置及资讯系统3大面向精进，新推出12条干线公车，包含优化5条既有路线及新辟7条路线，还有驾驶员是否更新太阳能彩色电子纸智慧站牌以及候车亭优化等，为市民打造温暖且便捷的日常通勤环境。今天我们这个干线公车的启用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干线公车基本上，我们做了12条新的路线，包括5条既有路线班次大幅的提升，7条新的路线，
另外，今年也是我们淘小巴突破了1年，今年单今年1年，我们就会有新的100条淘小巴的路线增加。那么这些路线呢，都是动员了我们的各个区长、里长，检讨各个地方最基层的需要所规划出来的路线。那么除了硬体以外，我们在停车、在候车的设施上面也有相当的改进。那么软体面呢，我们的这个到站的时间预测，在最近2个月之内也会有新版上线，在这个到站时间的准确度上也会有相当的提升。最后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面，我们结合了这个 Mickey 的形象，让我们的公车变得更亲和力、更可爱。希望说让大家觉得搭乘公车是一件很温暖、很可爱的事情。记者会中也同步亮相棒球米奇主题公车，并宣布即日起到9月30号推出月乘车集点活动，有机会抽中科技生活好礼，还有东京或香港迪士尼双人来回机票及门票。部分我们会在我们的新干线公车上面张贴抽奖的 QR code， 那这个是属于市民朋友只要扫这个 QR code 就可以是属于 LINE OA 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只要上去填几个小问题，然后就可以有这个集点，然后参加抽奖。那第二个部分是市民朋友不需要再做这个相关一个集点抽奖，我们直接从市民卡的一个乘车的一个资料中去随机抽取出这个往来香港迪士尼跟这个往来日本东京迪士尼的一个大奖。那欢迎市民朋友多加搭乘使用。新辟的7条干线公车在试办期间持市民卡可以免费搭乘，路网更导入环状设计，突破传统单一路径限制，让市郊的民众不需进入市区就可以衔接多元目的地。今年淘小巴也预计再新增100条路线，深入社区跟邻里，贴近市民生活，结合智慧化科技，建构更完整顺畅的公共运输环境。记者赖伟一报道。桃园市立阳明高中取得 Google for Education Premier Reference School 认证，在日前正式揭牌。这也是亚太区第一间获得最高等级 Premier Reference School 认证，展现桃园在数位教育推动上的领先成果。请揭牌，请来宾帮我们用力掌声鼓励。桃园市立阳明高中取得 Google for Education Premier Reference School 认证，在日前正式揭牌。这也是亚太地区第一间获得最高等级的 Premier Reference School 认证，展现桃园在数位教育推动上的领先成果。既然桃园是台湾推 Google Reference School 一个算是数一数二的学校，我觉得在桃园的推动的成果和经验也非常值得跟国际上面其他的 Google Reference School 来分享，所以这点要麻烦 Google 将来在国际交流上面帮忙多多拉线，让我们桃园的经验能够走出去，其他国家好学校经验能够走进来。我希望说，我们桃园推这个 Reference School， 除了对我们老师在整个老师的教学生涯里面，让他学到一个非常受用的工具以外，另外当然最重要是学生要受益。所以我想不只是学生，像我自己每天我都在用，刚跟各位讲，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老师到学生还有校长的支持都非常重要。我也希望说，我们今天是第2个学校，第3个、第4个在桃园Google Reference School会很快出现。阳明高中长期推动数位学习与云端应用，全校的 Google 工具使用率达到100%，还有570台的 Chromebook 设备使用率达到95%。教师团队积极参与各项专业认证，并具备 Google 认证的讲师及多位 AI 专业师资，展现学校在智慧校园与数位教育推动上的成果。我们学校呢进行 Google 的部分大概有6年的时间，那这1年多以来，我们老师从50几位参加Level 1的双子星的计划，然后到 Level 2的认证有45位，然后第3个 Trainer 训练师的部分有3位。那因此，我们获得了 Google 的亚太第一间学校的认证。那我们都现在在办理的是 Google Reference School 的推广工作，也希望将这样的一个平台结合数位的教育，让我们学生的学，辅印老师的教。
Google for Education 大中华区总经理周庆华表示，阳明高中取得认证将登陆于 Google 的全球官方平台，未来可以跟日本、韩国、美国及澳洲等地的学校建立合作关系。Google 也将持续协助桃园推动 AI 教育与国际连结。我们确实要变成 Google Reference School， 真的它是有难度，它并不是说其实你只是基本的一些认证做完，好，那其实结束。基本上我们希望的整个示范学校的目的是真的做到转换教学完全的数位化，所以公司在后面是看整个使用行为，哦，那所以其实等于是未来的国际交流，我们可以安排很多次，也是海外的 Google Reference School 参访，然后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我们 Google 在教育境的愿景，其实我们很希望的真的是能够帮助台湾，不只是老师，包含学生，能够快速进入这样的一个时代。桃园市立阳明高中是亚太地区第一间获得最高等级取得 Google for Education Premier Reference School 认证的高中学校，未来将持续推动 AI 与数位教学发展，期盼在教育局支持下强化设备跟资源配置，携手各校共同提升教育品质。是赖伟一同报道。母亲节脚步近了，知名艺人林书宇再次受邀担任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公益大使，回到园区与憨儿们一起赶工制作手工玫瑰花。而这类手工花义卖已经推行超过15年，今年目标要完成2万朵，号召社会大众一起认购送爱。走进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园区，艺人林书宇一现身，大孩子们热情的欢呼声此起彼落。2度担任代言人的他，这次不只是来关心，更是来当称职志工。看着孩子们用亲手制作的玫瑰花布置环境，让林书宇直呼真的好浪漫、好用心。随后，他立刻加入赶工行列，从系上花卡到套入花袋，每一个动作都得细心。林书宇发现，这群大孩子的专注度惊人，虽然动作不快，但每一朵花都倾注了全力。他分享，其实每次来到这里，得到的感动往往比付出的更多。每次一进来的时候呢，他们都超热情的，就是好像他们跟我很熟悉一样，就每次看到我就姐姐，然后我就觉得每次来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他们那一份就是开心的感觉，然后我也还蛮喜欢来这边，就是陪他们一起，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他们身上看到就是很努力，就然后他们用很快乐、用很努力的方式在生活，我觉得很棒。今天出门的时候呢，然后我就问我们家小孩，我就说，就是这边有很多哥哥姐姐啊，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然后再来就是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想要就是帮助他们认购的活动啊，然后或是他们很努力折的那花花啊，那哥哥就说，那我想要拿300块出来，对孩子来说，其实300块也是蛮珍贵的嘛。然后弟弟就听到就说，那我要400块好了。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呢，就是我并不是在比较说谁比较多，而是你只要付出一点努力，对他们来说这都很珍贵。就像在他们身上看到，就是他们就是从那种小小的努力，慢慢累积，它可以其实变成很大的一份礼物。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也想要跟大家说，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会想说，我的力气好像很薄，那这样的话，那算了好了，就给更有能力的人。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一份小小的力量，然后就会给他们很多的勇气跟鼓励。那大家的那些力量结合在一起，就是很大的一份礼物。这项手工玫瑰花义卖活动在基金会已经推广超过15年。对于一般人来说，折花绑卡或许简单，但对于这群孩子来说，每一个步骤都是长达数年的反复训练。透过这朵花，不止筹措经费，更让他们学会如何在社会中自立。其实大家都能看到我们这边的憨儿，我们这边的孩子们，每个人其实他们都还蛮得心应手的。但其实在这之前，不管是折花，或者是绑花卡，然后以及他们现在能够把一朵花包装成一个漂亮的形状，到最后能够成为一朵完整的花，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需要非常密集的一个训练。可能在他们都会固定有一个作业活动的时间，努力慢慢累积下来的。那主要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个机会，让我们孩子的努力能够被看见，然后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活动，能够对社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希望透过他们的一些小小心意，能够温暖就是社会中辛苦的家庭们，能够带给他们一些温暖。
除了招牌的手工玫瑰，今年基金会也推出香氛护手霜与手工皂礼盒，满足不同的送礼需求。此外，募集500份送爱蛋糕计划也同步开跑。林书宇在现场率先认购5份，发挥抛砖引玉的效果。他呼吁民众，母亲节买一份礼物，不仅能慰劳妈妈，更能让这群努力生活的大孩子们感受到被肯定的价值。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走路也能累积回馈拿好礼，由基北北桃4市共同办理的我的减碳存折活动，累积减碳达72000公斤以上。由于走路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减碳方式，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5月起步行将纳入减碳计算，只要累积达到指定门槛，就可以登录回馈，获得超值好礼。邀请大家用双脚落实减碳生活，为地球减压。请启动。在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与新北市副市长刘荷兰共同启动下，我的减碳存折 2.0 正式上路。这项由基北北桃4市共同推出的绿色运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483000多人参与，累计减碳量达72000公斤以上，减碳绩效亮眼。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宣布新亮点，除了新增减碳达5公斤即可兑换好礼，5月起更将把步行也纳入减碳量计算，只要累积达到门槛，就可以登录回馈获得好礼。希望邀请市民一起用双脚落实减碳生活，为地球减压。今天我们正式宣布几个亮点：第一，5月1号开始将步行纳入在我们减碳的计算当中；第二，我们这一次让兑奖的门槛更有弹性，也就是过去我们大概是减碳20公斤才能够兑换相关的优惠，这一次我们更有弹性，增加5公斤的集聚。所以我们很希望今天我的减碳存折 2.0 全面升级，能够持续的推广，让所有的市民朋友每天从一出门步行到 U-Bike 或到捷运站都可以累积减碳量。所以希望这项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我们一起努力，让各个县市都可以达到阶段性的减碳目标。颁奖表扬基隆市114年总减碳量及人均减碳量前5名。基隆市长谢国良除了感谢各机关、学校与民间企业积极加入减碳行列外，也强调基隆市政府将持续推动环境永续与绿能转型，包括今年下半年将导入首批电动公车等做法，让基隆逐步迈向低碳、智慧、永续的城市。我们的第一批的电动公车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减碳工具，即将在今年的下半年接近第4季要投入营运。基隆市也预计在3年内全部汰换成电动低底盘的公车，来完成减碳的工作。另外，个人也很想要推荐大家，我们基隆市最近也开始了首辆的双层观光巴士，学习我们双北跟桃园更多丰富的经验。欢迎大家有空来看看、走走，多观光，吃吃基隆的美食小吃。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表示，桃园每天有数十万人来往双北通勤，鼓励使用绿运输相当的重要。像 T-Pass 就让桃园大众运输使用率提升超过60%。很多政策不见得要花大钱，就可以改变民众生活习惯。就像桃园市计划加入双北行列，推出垃圾费随袋征收，希望让城市进一步朝净零迈进，也替未来数十年的环境打下基础。很多重要的政策，它其实就是一个政策，不见得要砸大钱，但是它可以改变很多民众生活习惯，帮城市的10年、20年之后打下基础。我们的 T-Pass 其实跟垃圾费随袋征收一样，都是重要的政策，它可以让我们真实的习惯改变之后，真正达到非常非常可观的进步。新北市副市长刘荷兰也分享新北市推动减碳的相关成果。刘荷兰强调，很多政策应该由中央统一来做，虽然中央不做，不过基北北桃4市可以先开始，5月起让民众不只走路有风，还可以减碳兑换日用品。我们4个城市一定会竭尽所能的把所有的运输工具做到让大众很方便，就可以回到减碳存折。谢谢各位参与的，不管是企业界、政府机关、学校还是个人，
各位不是在减碳成本，不是在赚钱，是在为一个永续的地球在做准备。所以这个我知道5月1号就推动了，以后不是走路有风，以后走路就有钱啊。台北市交通局方面进一步说明，除了原先每月达20公斤或5公斤减碳量可以兑奖外，5月起步行量将纳入减碳存折，并在6月起新增步数达标奖项，民众可以透过 ED Wallet 悠游付 App 登录活动并查看减碳记录。记者张启仁台北报道。基隆市传统修油车既有350家的机车行，已经有190家加入友善车行，油电合一维修已经达到54%。基隆市府今天再推出最高20万的转型补助计划，未转型的友善车行都可以申请升级补助。车子都好了哦，谢谢老板。诊断跟保养我都帮你检查了，轮胎刹车也都可以，你可以安心骑了哦。好，谢谢。基隆市友善车行油电合一服务维修已经达到54%，市政府举办友善车行停电宣传记者会，宣布今年再推出了最高20万元转型补助计划。我们真心希望基隆除了符合全大环境的油电的政策、够好的政策之外，进行碳排政策，更重要是让各位商家可以赚钱，这才是我们希望的。记者会由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主持，邀请了基隆市机车工会代表及全国8大机车原厂代表共同见证。长发处这几年在做的，从推行友善机车行开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我这些就是流失的这些电动车的顾客，把它引回流来我们每一个传统的店家，然后让店家可以油电合一一起转型，然后接受这些客人这些车子。然后其实，在阵痛过后，其实未来的10-20年，或许电车它是一个主要的趋势，但是这些师傅他愿意去做的时候，他就愿意去接受未来可能产生的那些收入。基隆市府的一个补助趋势，应该讲说它比较全面化。其他县市政府目前的补助都只在商品，就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所以基隆市政府除了消费者购买商品之外，还有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整个硬体设施，就机车行的硬体设施整个升级。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基隆市的机车行每家店面跟那个硬体设施都完全不一样。持续补助这个还未成为友善车行的对象之外呢，我们今年针对这个已经加入友善车行的，也会持续的进行这个技术人员的这个补助。那另外还有就是相关设备的提升，包括特别在防火设施的设备提升哦，这个部分也可以再来进行申请。除了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再升级补助计划，产发处预计在5月中旬推出2都奇迹互动小游戏，民众只要在家动动手指，就有机会拿到奖品。那透过这个网络的这些资讯的问答，那跟在地的车行来做互动，那可以来获得由车行提供的小精美小礼品之外，也有一些现金礼券，还有最大的这个 Apple Watch 都可以透过这个互动的小游戏来得到哦。那也进一步的了解电动机车跟基隆的这个车行的一些优势跟在地性可以大家多多了解这样。在市府努力下，基隆市具备油电合一服务比例车行已经提升到54%，并成功培训57位技师，取得电动机车维修认证，将成为车行转型的关键角色。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立法委员吴佩益特别邀请经济部长龚明鑫实地拜访万华4大夜市，了解经济部推动传统市集摊铺升级转型补助的成果。龚明鑫特别关心摊商塑胶袋的使用状况，强调政府已经做足准备，供应绝对没有问题。不管是现炒鳝鱼面、现炸旗鱼黑轮，还是甜滋滋的白甘蔗汁，万华夜市的美食总是吸引无数国内外游客前来。
为了争取中央资源，挹注协助夜市商圈升级，在台北市议员刘耀仁、洪婉珍及夜市商圈理事长等人陪同下，立法委员吴沛憶特别邀请经济部长龚明鑫实地走访艋舺、华西街、广州街及梧州街等万华4大夜市，希望让中央听取摊商声音，了解第一线的基层需求。商圈就是最有在地特色的，那经济部商业署其实一直有市集摊商改造美学等等相关的计划。那这次我就特别邀请部长，请他亲自来夜市走一走 ，say 呀西，那也看看听听我们摊商的需求。一个是我们每个摊商每个商圈要发展特色，所以有一些行销的活动。这个需要中央跟地方一起来合作。那再来是像我们的硬体改造，像更卫生啊，然后这个食安啊，然后还有在这个支付上面，像现在很多是电子数位的支付，也让消费者更方便。那还有很多是菜单，开始有外文的，像我们的摊商改造里面有英文有日文，也让外国游客来到万华的时候，他在使用上面会比较友善。那这些都是希望说，让有更多的人来台北，可以体验我们在地属于台湾的这个在地美学。好，我多送你一支，来给我捧场，我喜欢你。龚明鑫与吴沛憶一行人获得摊商热烈欢迎，纷纷拿出招牌美食与特色商品，展现万华夜市浓浓的人情味。对于经济部商业发展署推动传统市集摊铺强化产业体质升级转型补助计划，包括华西街夜市40多摊新型光看板与招牌更新，还有知名老牌唱片行龙凤唱片行等多家商铺店面改造成果，龚明鑫非常肯定，也承诺会持续加码来支持商圈改造及活络经济。事实上我这个是半个月以来，来万华地区第2次了。那上一次去山水街这边，那这一次特别来这个4个夜市嘛，那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商业署有一些计划，就是活络商圈啊，还有它的意向啊，怎么改造啊，那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支持，而且我跟同仁讲，也会加码来支持啊，尤其是我们在地的这些立法委员跟议员也都非常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商圈的改造或者是活络的相关计划。这个的话，现在有缺，但是价钱提高了。另外，龚明鑫也特别询问摊商目前塑胶袋供应状况。龚明鑫强调，政府已经做好准备，供应绝对没有问题，也欢迎摊商随时透过自治会表达需求，政府一定会协助解决。上次来就是说看看这个塑胶袋的一些发展情况目前看起来好像还 OK 的样子不过我也跟所有的这些夜市的朋友们讲或是老板们讲，就是说如果有需要，千万不要客气，跟自治会讲，自治会会跟我们反映，那我们马上可以来处理请大家放心。吴沛憶强调，会持续扮演中央与地方间的桥梁，争取更多资源，提升夜市环境品质与行销能量，协助摊商方便做生意，游客逛街更加舒服，也让万华这座传统城市在保有独特魅力的同时，能持续闪亮发光。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基隆明德国中射击队表现亮眼，在115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勇夺4金2银1铜，创下校史最佳成绩。市长谢国良、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景洲以及体育会空气枪委员会主委张耿辉特别前往慰问勉励。明德国中叫我第1名。今年我们明德国中射击队拿到破校史纪录的4金2银1铜。那我们全部的选手有12位，我们射击队有12位的小朋友，6个男生6个女生。那他们最后拿到这7面奖牌呢，包括有个人的女子的手枪金牌，女子的步枪金牌，还有女子的团体手枪金牌。还有混双男生女生混双的空气步枪的金牌，那银牌跟那个铜牌呢，也都有包括个人跟团体。那我觉得今年这个成绩，我们自己也都非常的惊喜。基隆明德国中射击队在115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勇夺4金2银1铜，缔造校史最佳成绩。
听到这个好消息，市长谢国良立刻协同教育处副处长杨永芬、体育会理事长郑景洲跟空气枪委员会主委张耿辉市议员致赠加菜金，鼓励慰问选手跟教练的辛劳。市长谢国良强调，市府将持续作为选手与教练坚强的后盾。我想今天非常恭喜明德国中包括徐校长以及所有的选手所有的同学在我们的全运会里面得到4个金牌这么好的成绩。那也感谢我们张耿辉议员长期对明德国中都非常的关心跟关注。那我们会在明年也更新这个射击场的一个场地设施，让同学们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来，同学，我们谢谢市长，1、2、3，谢谢市长，谢谢。那也在此感谢我们市长对我们基隆市整个体育的关心，尤其他得知我们那个射击班已经回到学校，他很迅速的马上到学校来给孩子鼓励，我相信是难能可贵。尤其他接任市长以后，在整个基隆市的教育这个体育方面不再是以前的沙漠的体育，而且是绿油油的一片。那不管是在我们教练的培育金也好，还是我们选手的奖励金也好都有特别的编列，那也特别的重视。大学长，因为明德国中的射击队是我们基隆市勤中运的得分之要，而且我们以前很多社会组也都是从明德国中起航，希望在我们市政府现在把我们的得名有奖励金，还有营养金，所有的补助经费都提高，我们继续为基隆加油。我们国中毕业，户口留在基隆市，得全国冠军30万，奖金更多，好不好？我希望说，在市长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打个好成绩，为基隆争光。这几年呢，想办法呢，提升小孩子他们在训练的质量。我们也从课程的安排开始，让每一堂课都有老师好好的照顾他们，然后我们也希望呢，小朋友可以透过科学化的训练来提升他们的一个射击的一个成绩。那在这边呢，真的要感谢我们市府给予我们明德射击队的协助，包括有全中运的前优选手的一个奖助学金，然后也让我们学校的设备逐年添购。那当然啦因为现在整个国内呢射击项目越来越兴盛，所以其实有那种兵家必争的感觉。那以基隆来讲呢，我觉得设备还不算是好。那我们当然希望说，也利用今年这个得奖的机会，我们会申请明年教育部跟基隆市政府的一个专案的计划，让我们的设备可以逐步提升。目前就读清华大学的射击班校友也回来学校恭贺学弟妹，他也分享学射击能提升自己的专注力，对于课业升学相当有帮助。大家可以好好念书，然后可以透过在射击里面学到那种专注度，然后运用在课业上面的话，就可以获得不错成绩，然后也可以帮助自己在未来学业上面的发展。这样，他们中央警官学校也有保送射击跟柔道这2个有保送。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改善射击队的训练空间，明德国中提出射击靶场设备购置计划。市府教育处表示，将纳入市府116年的预算规划方向，未来也将逐步改善明德国中活动中心，提供选手更完善稳定的训练空间。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以上是今天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吴佩珊，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再会。